大王，公子够不到啊！废物！这点事儿你都做不到，给我滚开！哎，你过来！当儿身上戾气太重。 你们都给我过来！营姐把他挖出来，快点！王后，要不让人再找个木球来，重新开始？小孩子的把戏嘛。你见过一场大战，兵马出阵，又退回来再重新开始吗？你们这帮蠢货！ 连个碰球都掏不出来，笨蛋！废物！废物！好，一群废物！笨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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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魏夫人，你为何忍俊不止？王后刚才不是说要在这山坡下面挖一个池塘吗？臣妾以为不用费这个事儿了。 公子当在那儿多挖些时日，池塘不就挖妥了吗？笨蛋！笨蛋！一群废物！杀了你们！让一让！笨蛋！废物！让一让！让一让！干哥哥。 干哥哥，我来帮你。走开！我不需要你帮。当儿，既然继儿有了主意，你暂且让开。蛋哥哥，木球。我不要！我不要！继儿，到父王这里来。继儿告诉父王，你这个用水取球的主意是谁教给你的？是继儿自己想的。继儿这小小年纪，要是没有人教他，他哪里想得出来这么好的主意啊？ 夫子言：“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”继而想，木球比舟船轻得多，水可载舟船，定可载木球。触类旁通，举一反三。继儿聪慧，是寡人的好孩儿。芈月，你这个当娘亲的，教孩儿教得很好。 当儿真是太不争气了。王后也怪不得公子，当时那么多人在那儿，谁又想出主意来了？难道那个嬴稷真的天赋异能，引物绝人？王后，先喝口茶吧。今日之事，王后不必过于烦恼。那个嬴稷才6岁，只能算是他运气好，让他给碰上罢了。先不说那木球，当儿当众随意打人，已让大王很不欢喜。平日咱们公子性子好着呢，那也是一时气急。早知如此，又是何苦？于甘大夫筹划多日，全为他人做嫁衣裳。人靠衣裳，马靠鞍。继儿穿上这身衣裳，果真是大不同。母后，继儿可否将这件新衣穿回去给娘亲看？当然，这是母后特意让人为继儿明日到少司命神祠去祭祀而缝制的衣裳。谢母后赏赐，继儿会好好爱惜这件新衣。真乖。去吧。儿臣告退。
这件衣服真是花了不少心血，光这绣工怎么也得1、2个月吧。哎，你们闻到了吗？从公子一进屋啊，我就使劲耸鼻子，这甜香真是让人直流口水。公子的衣裳真好看，香儿做梦都想有一件。公子借姑姑穿几日吧。明日我要和娘亲一起去少司命神祠祈福，回来后，姐还是不给你穿。继儿，快把新衣裳脱下来，小心弄脏了。娘亲，明日继儿穿着新衣去少司命神祠，少司命见了肯定会很欢喜，对吗？少司命对天下孩儿一视同仁，并不在乎是纯衣百结还是包衣薄带。但继儿穿着新衣去祈福，是继儿对少司命的一片敬意。98、99、100。公子好厉害！我们宫中内侍中有个号称大力士的，这10锁也不过能举起100下，公子一口气也能举起100下。春夜露水大，容易着凉，快把衣服穿上。是。蛋儿，告诉母后，你多大了？母后，你难道不知孩儿多大了？告诉母后，孩儿来年就13了。蛋儿都快13了，长大成人了。母后就是想让你知道，这10多年，母后一直把你捧在心口。母后无论做什么事，都是为了你。母后，这种话蛋儿已经听了无数次了。蛋儿，答应母后一件事。何事？明日无论如何，都不要出交房殿的门。为什么？日日也在外面，待在店里1日，静心读读书，有何不好？不好就是不好。听母后的话没有错。公子到。知道了。看住了公子，千万别让他出门。是。哼，关门。我不行，还是你们翻吧。你快点，公子都说了有好东西喝。好好，我试试。哎呀，这个不行。来，你来，下一个。好，我来。翻得好。还有谁？翻好了再给你们喝。你来。好，这一轮结束了，你过来喝吧。这东西是我娘亲酿的，别处喝不到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？好喝，再赏点吧。不行，下一轮树蜻蜓的时候，你若树得好，就再给你喝。来，树蜻蜓，来，公子荡，你们这是喝了迷魂汤了？回公子，这不是迷魂汤，这是神仙汤。放屁！公子不信可以尝尝，喝了这个，平常不行的都行了。我这就给您竖个蜻蜓看看。今日荡儿若不是吃坏了肚子，就会和我一起去少司命神祠祈福了。这孩子，姐姐替他祈福也是一样的。
好久没有和妹妹一起在这园子里闲逛了。这旖旎嫣红，草长莺飞，倒是让我想起了当年你我在楚国时的情景。姐姐说的是，那时候的你我，又比眼下的荡儿和继儿能大多少？我有时还常做梦，梦见自己仍是年少无知，和姐姐在楚宫里淘气呢。毕竟是梦，你我都回不去了。给我尝尝。不行，这东西你没喝过，所以你不能喝。哎呀，啰嗦什么？你快给我！我说行就行。见过王后八次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回禀王后，自从园子里引了暗渠，开了池塘，总有人因为胡乱挖路刨树，挖开了暗渠走了水。今日又是如此。王后，让奴婢去查查是谁如此混账，扫了王后和八子的兴致，奴婢定打他50个板子。算了，事已至此，打他们板子也于事无补。好在这儿还有一条小路，平日走的人少，但景致还是不错的。婆婆，咱们走这儿吧。王后，继儿，继儿，继儿，你慢点儿，快点儿。继儿，继儿，慢点儿。葵婆婆，快点儿。继儿，等等，葵婆婆。继儿，快点儿，葵婆婆。哎呀，王后，哎呀，王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小心崴着脚了，快坐下歇歇，快！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。妹妹不必担心我，你快去追继儿吧。一会儿继儿找不到你，该着急了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嗯。快过！不能动，千万不能动！公子大，公子大，快想想办法呀！李治，大王，攻击公子荡的疯子应该有2种，一种是普通的疯子，一种是杀人疯。对待普通的疯子，奴婢还有办法，只要锋刺拔掉，用皂角水冲洗，再用筅苔捣碎，糊住伤口，便可逐渐痊愈。但是杀人疯不同，它的毒性极大，从来就没有对症的草药。要想治疗公子荡，只怕什么？大王恕罪，奴婢无能。李密，大王，臣眼下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只能是先拔去毒刺，再用拔罐吸出部分毒血。那皂角水和筅苔也对毒性攻心有些延迟作用，但是要想治愈，恐怕就……世上没有办法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王后，您别着急，奴婢再想想办法。公子荡，公子荡，奴婢该死。那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去死啊！王后，奴婢该
是救不回来，你们都去死啊！王后，大王，大王，救救当儿啊！救救当儿啊！这园子里怎么突然会有杀人蜂了？回大王，老奴已派人查过了，在山坡下查到了一个杀人蜂的蜂巢，那地方离宫中养蜂之处很近，去的人很少，一直不被人留意。寡人知道那杀人蜂极其罕见，即使有，都是出没在深山老林处，怎么会在咸阳，特别是在宫里筑巢？为了采集王后的牙蜜，园子里放养了寻常的蜂子。据说杀人蜂专爱吃蜂蜜，可能是那里的蜂子引来了杀人蜂。幸亏继儿被魁姑护住，只受了轻伤。听说魁姑伤得很重。是。忠心护主，可赞可叹。马上给寡人拟旨，公告天下，2日内，凡有方法治愈被杀人蜂伤者之人，赏万金。怎么会那么巧？公子当偏偏是喝了咱们的米酒，就遇上了杀人蜂。这可怪不得咱们公子，又不是咱们公子给他喝的，是他抢咱们公子的米酒喝的。公子当性命攸关，万一他过不了这一关，那王后她岂能饶得过我们通儿？我们可以向大王辩白，公子当在大王心里的地位，岂是通儿能比的？加上王后挑唆，我们百口莫辩。娘亲，那杀人蜂是被人故意放在那儿的。你有何证据？是孩儿亲眼所见。那人是谁？是王后身边的一个丫头，叫什么来着？叫珍珠，还是叫珊瑚？对，就是叫珊瑚。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内侍。童儿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这件事可万万不能胡说呀！千真万确，珊瑚给了那人一笔钱，那个蜂巢原来只装在竹筐里，被那个内侍放到石头缝里。我当时不知道那就是杀人蜂。难道说有人买通了王后身边的人，要害死公子当？不大像。娘亲，你别忘了，今日公子当被蛰，该是意外。若不是公子当，那他们要害死谁呢？今日遭难的还有魁姑和后来过来帮忙驱赶杀人蜂的几个小内侍。不是魁姑，更不会是那几个无足轻重的小内侍，他们不值得那些人下那么大的本钱。童儿，你是不是告诉我，魁姑是为了救公子季才被杀人蜂蛰伤的？是。但魁姑和公子季怎么会突然到那个地方去？听说王后约八子带他们去少司命神庙祈福。是王后的主意，是王后带他们去那儿的。天哪，那王后是要……哎，你们都把嘴给我闭紧了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娘亲，你不是要找父王辩白吗？我们有证据。闭嘴！这个证据要是让王后知道了，那我们就有杀身之祸了。你知不知道？姑姑，姑姑，季儿，季儿，季儿在，姑姑，季儿在。季儿没事，她只是手背上被蛰了一下，女医治已经给她上了草药。姑姑你放心。胳膊疼不疼？
婆婆不疼，你看婆婆还呢。你别动，姑姑你别动，别动。人老了，就是容易这儿疼那儿疼的。没事儿，歇息一下就好了。女医治和太医令都来过了，大王也出了悬赏。太医说你没事的，姑姑不用担心。知道好吃不好都一样，别麻烦别人。婆婆，家一定要治好你。香儿、慧儿，你们在这里好好照顾姑姑。女医治留下的草药，你们每隔1个时辰煎一次，伺候姑姑服用。是。木心，在。你去点上灯，跟我再去园子里看看。是。八子，这就是杀人蜂的蜂巢。怎么回事？这里也烧了。听说，怕杀人蜂再伤人，傍晚时分，大王已经派内侍过来，用烟火销毁了蜂巢。这大多数蜂子已经被烧死了。此刻已经看不出什么了。是谁？谁在那儿？樊长史，八子，这么晚了，樊长史还没有歇息。八子不是也没有歇息吗？今晚这宫里，能睡得着觉的人，只怕不多。可不是吗？幸而上天有眼，公子季没有被杀人蜂伤得太重。可是公子荡伤势危重，魁姑为了救继儿，也是性命攸关。那杀人蜂平日并不主动招惹人，更不在有人经常出入的地方筑巢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们是怎么突然出现在园子里的。我和妹妹想的一样，所以就想过来看一看。听说那杀人蜂平日里都是在树林里筑巢，在石缝里筑巢，只怕是不多见。是啊，也许是有人故意把他们的家搬到了这里。妹妹，这话是姐姐胡乱说的，妹妹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啊。姐姐的话或许有些道理，那杀人蜂看似天灾，也可能是人祸。妹妹，天色已经晚了，妹妹和我都快些回去吧。等等，今日杀人蜂伤害魁姑和继儿的时候，公子通也过来帮忙相救，芈月感恩图报。八子和公子季一向对通儿友善，通儿这么做也是出自于天性。同心相亲，肝胆相照。我会记得樊长史和公子通对我们的好。上天垂怜，公子季今日没有遇害，只是八子以后也要留意。樊长史要我留意什么？留意有些人。妹妹，姐姐就先告辞了。樊长史好像话里有话。他定是知道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姑姑。
玉儿一定想办法救你。玉儿自小没了娘亲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没有你，就没有玉儿。姑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。姑姑，夫人，这是公子季的衣裳，午后有人捡到了，刚刚送过来的。我知道了。亏得魁姑救下了公子，不然恐怕受害最大的不是公子荡，而是咱们公子季呀。什么意思？夫人，您看看这件衣裳，再闻一闻。我从小在山里长大，知道这疯子最爱追逐3种人：醉酒的人、穿鲜艳衣裳的人和身上有香气的人。公子荡占了头1种，咱们公子占了后2种。你们闻到了吗？从公子一进屋啊，我就使劲耸鼻子，这甜香真是让人直流口水。哎呀，你快去追继儿吧。我明白了，你去吧。是。姑姑，都是玉儿不好，当然你就提醒过我，我却没有在意。是玉儿错，是玉儿害了你。姑姑。珊瑚，在。扶王后出去。是。王后，王后。我自作自受，自取其祸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王后，当然是在替我受罪，是我该死啊！王后，王后，是我要害人，是我要害别人的孩儿。生死比生命值得看得清楚，让我痛，让我千刀万剐，让我去死吧，让我去死吧！王后，王后，这药也不知管不管用，魁姑看起来更不好了。大王已经出了万金悬赏，怎么还没有人献上主意啊？都说这世上最毒的是蝎子、蜈蚣、蛇、蜘蛛、蟾蜍，杀人蜂怎么会这么厉害？你们是以前没见过杀人蜂，在我们山里头，
听到杀人蜂，谁不躲得远远的呀？我跟你们说起这些毒物，杀人蜂就算不能排在毒蛇的前面，至少也不会排在蜘蛛的后面。在我们楚国有一种烛龙蛛，它有蜘蛛一样的脑袋和蛇一样细长的身子，被它咬一口要病半个月呢。这都不算什么。我们那会儿住的大山里边有一种蜘蛛网，它可以长到小孩子的拳头大小，织的网都可以捆住一只小鸟。就它这么厉害，和杀人蜂交战也仅仅打个平手。吹牛吧！我以我死去的爹娘发誓，是我亲眼看到的。好，我说给你们听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是在我进宫的前一年，我在山上放牛，身边不远处的树丛中有一只蜘蛛王正织网。到了正午时辰，一只拇指大的杀人蜂飞了过来，一头就撞进了蜘蛛王的网里。那蜘蛛王定是饿极了，立刻向杀人蜂爬了过去。当他爬到杀人蜂身边，张口刚要咬，却被杀人蜂狠狠刺了一针。那蜘蛛王顿时就蔫了，顺着游丝就掉了下去。可过了没一会儿，那蜘蛛王又爬上来了，他们又打了起来。哎，那后来呢？这第二个回合和第一个回合差不多，杀人蜂被蜘蛛咬了一口，但是杀人蜂把毒刺扎进了蜘蛛的肚子里，那蜘蛛一松口，立刻就倒在草丛里了。这么说，那杀人蜂的确厉害啊。那最后谁赢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在那儿打来打去的，我看得不耐烦就走了。木心，夫人，你刚才说的话可当真？若有一字不实，木心甘愿受罚。那你可知道，蜘蛛掉进了草丛里，那是什么草？这山里的花草没有我不认识的。快告诉我。那草叫七叶一枝花，在我们那儿也有人叫它登台七的。七叶一枝花，好耳熟。那草在我们楚国叫金线重楼，它的根部是药材，我们都叫它早修，药性偏凉，清热解毒，消肿止痛。在楚国，有人用它医治跌打摔伤。那或许它也能医治蛇虫咬伤？有可能，但秦宫里并没有这东西。若要奴婢去找，得进山。但公子荡和魁姑他们的性命，也就是在这几个时辰里了。我去找大王讨要出宫令，姑姑带人连夜飞马出宫。好，哦，这里的远近山路我都熟悉，我跟姑姑一起去吧。快去快回。哎，太医令，臣在。公子怎么样？公子只怕不好，请王后还是早些做好准备。胡说！你胡说！我儿子还没当上太子，他将来还要做大王！你给我想办法，快想办法！女医治呢？女医治呢？昨日半夜，女医治被米八子叫走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去哪儿了？说是被米八子派出宫了。不管他在哪儿，都得给我找回来。是。大儿怎么了？太医令说，大儿不行了。大儿若走了，臣妾岂能苟活于世？大儿是寡人的儿子，我嬴氏的血统比别人顽强，绝不会轻易放弃。王后爱子心切，此刻不该乱了分寸。
拜见大王。那草药可采到了吗？是，因为公子当病症危急，需要马上内服外敷。此刻女医治正在捣药，片刻便可以给公子当服用和疗伤。好，太好了！若能救治好公子当，寡人重重赏赐你们。谢大王。快请太医。是。这下好了，当儿或许有救了。是真的吗？昨夜芈月偶然发现了一种草药，对当儿的病症或许有奇效，所以女医治连夜出城进山采摘，此刻药已采回。李密，大王，你看此举有多大的把握？照理说，药草进宫都该有人试用，但是公子的性命危在旦夕，我们也只能险中求胜。微臣已经让人榨出七叶一枝花根部的鲜汁，每个时辰灌公子1碗，再将鲜根捣烂敷在伤处。若到傍晚，公子的病情没有恶化，便是有救了。当儿，当儿，听到母后跟你说话了吗？只要你活过来，母后什么都答应你。只要你好好的活着，不管你要什么，母后都绝不说一个不字。母后情愿拿自己的性命换你一命。你听到母后说话了吗？上天诸神，大司命、少司命，求求你们，让当儿渡过这个难关。只要诸神不嫌弃，小女子芈姝愿意以血以肉以性命祭祀诸神。求求你们，让当儿活过来吧！求求你们，让当儿活过来吧！求求你们，让当儿醒过来吧！公子，皇后，公子醒了。当儿，
吃饱了有力气，伤才能好得快。这斤米粥可香了，是八子亲手用精米、肉糜和鸡蛋熬成的。婆婆吃吧，继儿看着婆婆吃。婆吃不下。吃肉肉长肉肉，不吃肉肉肌瘦瘦。婆婆看，继儿身上有很多肉，婆婆自己却是筋瘦瘦。好，婆婆再吃一口。继儿也该吃饭了，跟姑姑去吃饭吧。姑这一倒下，辛苦月儿了。姑姑一直把月儿当亲生骨肉般对待，如今为了继儿受了伤，却跟我说这么见外的话。人的寿命都是有定数的，姑姑原打算不用活这么久，不知为什么上天竟不肯收我走。姑姑稍微退进，所以在说胡话。月儿和继儿都舍不得姑姑，还有蓉儿，还有小冉，姑姑怎么舍得走呢？原先姑姑觉得你们长大了，继儿又有出息，姑姑可以闭眼了。可眼下突然出了这件事儿，姑姑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。都怪月儿糊涂，这不能怪你，是他动了害你和继儿的心思，便日日在这上面做文章，你怎么躲也躲不开。大王，请用茶。那杀人蜂之事，查得如何？老奴叫人细细查过了。公子荡遭遇疯子，实属偶然。米酒是公子通拿去的，但是公子荡强从公子通手中抢去，并且不听劝阻，酣畅痛饮，结果酩酊大醉。倒是什么？倒是王后、公子季和八子他们从少司命神祠祈福后路遇杀人蜂，这确有可疑之处。哦，从神祠到交房殿有一条最近的路径，但那日偏巧路被水淹，所以王后、公子季和八子不得不走了有杀人蜂的那条路。可查出原因了吗？是几个在园子里干活计的内侍，他们把路断了。那条路是新修的，暗渠经常漏水，所以没有头绪。这么说，那些杀人蜂，也许真是被我们自己养的疯子引到园子里的。拜见八子。我要见王后。王后正在歇息。我要见她。王后这几日水米未进，心力交瘁，不能见人。见不见由不得你，你只管去通报。八子，奴婢得罪了，您不能进去，走开！您不能进去，不能进，不能！王后，请八子进来。是。八子，请。
这是王后做的好事。告诉我实话，是不是你做的？若不是你做的，那就是你身边人，珍珠、珊瑚，还是谁？是我。果然是你。我的姐姐，继儿的母后。我也曾想过是你做的，但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是你？是我做的，我对不住你，对不住继儿，但我不得不做。你疯了！我们是姐妹，同气连枝。对，我们是姐妹。是同气连枝，但你别忘了，我们还同是一夫。我从未与你争过宠，还用争吗？除了你，大王眼中还有谁人？除了你的儿子，大王眼中还有哪个公子？公子当是嫡公子，大王早就明言。要立他为储君，那是何年何月的事了，你不会不知道。眼下前朝为立长立贤，早就飞升一片。那是指公子华，也可能是你的继儿。就算如此，那也不是继儿的错。大儿争不过你的继儿，我只是帮他一把。这秦国只能有一个太子，一个大王。继儿、公子华当中只能有一人胜出，所以就要以命相搏。大秦建国数百年，父子相背、兄弟相残的事还少吗？可你我不同，继儿和大儿也应当不同。有何不同？不过是宰割他人，或是任他人宰割。就是因为储君之位，断送了你我两人这么多年的情分。在这宫中，哪有什么情分可言？自嫁到秦国，我视为王后。哪一日不是在与人明争暗斗？哪一日不是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？大王是我的夫君，一身恭敬，我便见不得天日，弃如敝履。我身边只有一个当儿，我靠不得母国，靠不得夫君，唯一的盼头就是当儿。而你的继儿，却让我连这个念头都荡然无存。宫中生路太窄，万事我都可容忍，但容不下你的孩儿挡在我的孩儿前头。眼下是你救了大儿，我信你若想去大王那儿出手，我全无怨言。但只要为了大儿，我不再续这条心。你我白白姐妹一场，我曾以为我此生都是欠你的。就算我芈月与任何人相争，都从未想过要与你相争。我的继儿对储君之位更是不屑一顾。相争二字本是伤人利器，
与外人相争，一荣俱荣；与自己人相争，一损俱损。后宫艰难，只可相濡以沫，何苦要骨肉相残？八字无需多言，但凡嘴上挂着相濡以沫的，哪一个不是大难当头，自顾自？罢了，你去大王那儿出手我吧，我自作自受，罪有应得。但此事不能牵扯到当儿，若因此事牵扯到当儿，大王追究下来，单凭这衣裳不足为证。这衣裳是我赐给继儿的，我是母后，赐给公子衣裳，名正言顺。我芈姝抵死，也不会轻易承认与杀人疯子有关。我已经没了姐姐，不想再让当儿没了娘亲。你救了公子当，还要救王后。我救不了谁，也不想救谁。我可怜她，不想与她一样。月儿啊，可我担心。姑姑担心什么？你对芈姝的恩情，她无以为报。我不需要她回报，我只盼着她能够幡然悔悟。不对，你可知大恩积大仇？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月儿，你会为你今日的善良而后悔的。月儿。王后，大王若怪罪下来，奴婢全担了就是。奴婢告诉大王，王后对此并不知情。你们都不用担心，过了今夜，若没事，便没事了。王后怎会知道？她若真想动手，不会把这件衣服留在这儿，这是出手我的证据。你们去把这件衣服烧了，一丝灰也不要留。是。
公子当的气色比我之前看到的大见好了。天见有脸，大儿总算是死里逃生。好好养伤，痊愈了，王叔教你学习兵法啊。大儿知道了。往后日夜照料公子当，也要多保重才是。多谢处离子牵挂。老臣告退了。继儿，你这是在看什么呢？娘亲给我留的功课，她要我看看我们的以往和来日。什么以往和来日？婆婆，你看，这儿是秦国，这儿是楚国。你的意思是，秦国和楚国是咱们的以往？对。那来日呢？来日在这儿。这是哪儿？这儿是巴蜀。巴蜀。月儿，继儿说咱们的来日是巴蜀，这是何意？姑姑，喝药。巴蜀占据天险，易守难攻，而且西接秦国，水土丰美，盛产粮食和丝帛。我想请大王将来把巴蜀分封给继儿，又因继儿年纪尚幼，便可以让我随同一起去巴蜀。加之巴蜀与楚国水路相通，若继儿分封在巴蜀，我们就有机会派人去楚国，让荣弟也去巴蜀，一家人得以团聚。月儿，你是想带着继儿离开秦宫？我想了多日，这是我们求得安稳的唯一出路。继儿，你愿意跟着你娘亲出宫吗？我听娘亲的。若有一日让继儿自己选呢？我还是听娘亲的。拜见大王。坐。是。不知大王宣臣进殿，有何事商议？你看看，王后上书于寡人，说是诸公子年岁不一，且生母出身地位荣宠不一，皆是寡人之子嗣，恐有以其年长，以其母族，以其荣宠，而后得封地。年少未见者无人直言，因此想借来年元日大吉，为诸公子分封藩地。这是好事啊！王后此书，乃贤德之举。不管起因是什么，总归是件好事。若是王后能稍补公子当好武厌文之不足，母子相辅相成，大王也可放心了。你是秦国大宗伯，主管宗室事务，这10多位公子的分封之事，就由你来做个谋划吧。臣遵旨。王后如今的心思真是越来越缜密了。此刻不提立储，却上书分封，她就是想让大王把年长的和有军功的公子也都分封出咸阳，这样就没有人跟他的儿子争太子之位了。夫人要快想办法。华儿在秦国的旧族当中甚得人心，
旧族们若能同心协力举荐，大王也不得不忌讳几分。那就赶快联络那些旧族们。恐怕已经有些晚了。那我们只好坐以待毙了。谁说的？王兄来信说，仪儿已启程多日，我估计就快到咸阳了。魏仪，夫人的亲侄女。无论是在魏国，还是在秦国，她都是无出其右的绝世佳人。八子，张相，莫不是在此特意等候我？听大王讲，张子要来承明殿，芈月特意在此等候张子。还真是特意等候啊！何事相告啊？前几日听大王偶尔讲起，说有一个叫李冰的大夫，经过对蜀地的考察，上了一道奏折，说是想在巴蜀的都江一带去兴修水利。不知道张子以为如何？若真能在都江之上兴修水利堰渠，自然会大力提升粮食的产量。功在当下，利在千秋。只是大秦久战贫瘠，中枢财力不足，就眼下而言，暂时行不通。那朝中还有谁赞成这一主张？司马错将军对巴蜀之事一向兴趣浓厚，说若是治理好了巴蜀，大秦就有了信心争霸天下。他自请镇守巴蜀，还要带上李冰等人。那大王有没有说过，要派宗室之人去管理巴蜀？过上一阵子，等巴蜀的人心稳定了，大王自然会分番亲属。芈月怎么会对巴蜀之事这么上心呢？啊？继儿眼看就要9岁了，我不得不为继儿做些打算。张仪已经为芈月和公子季做了打算。芈月见张子，也是为了求张子一事。何事？求张子切切不要到朝堂上议论储君之事。若一定要说，那就把继儿剔除在外。公子季是生就的贤王之才，你是他娘亲，竟然视而不见。求张子帮芈月这个大忙。若是别的事，1000件我也应你了。但此事事关大秦的千秋霸业，岂是张仪一个人说了就了了？王后，芈八子来了。王后，让他进来。是。王后，我有话要与王后说。说吧。我的继儿绝不会与公子当争储位。你我已经如此，争不争已不相干了。我希望你我仍是姐妹，继儿和当儿仍是兄弟。两虎相争，是不是姐妹兄弟又如何？我需要王后的帮助，让继儿分封出咸阳。什么？让继儿去巴蜀，我们母子从此远离秦宫。这不会是你的真心话？芈月此刻没有比这话更真心的了。王后若是相信，就只管向大王进言。
昨日听说，那个魏夫人的侄女来了，是个绝色美人呢。魏夫人的侄女来的真是时候。这2日，宫里流言虽多，但大部分还是跟分封有关。凡是流言，都有起因。人家都在想法子争一把，你怎么提都不提一下？定数全在大王手中，争又有何用？只是大王见了我，从不提分封之事，这让我有点忐忑。你是说，或许大王不肯把继儿分封到巴蜀去？我是想说，或许大王根本就不想让继儿出宫。